我幫過好多暗瘡新手做 consult 啦，咁佢哋其實非常之手足無措嘅，買咗好多產品返屋企試，但係當我檢視佢哋嘅產品嘅時候，幾乎都唔係針對暗瘡嘅，最多嘅係乜嘢呢？保濕精華、舒緩面膜，甚至精華油都有嘅。暗瘡冇好過不特止，反而仲生得更加多嘅暗粒。生暗瘡但係加重保濕，呢個又係錯信肝道出油嘅後果。水同油係兩個互不相干嘅系統，無論你皮膚有幾多水分，都冇辦法抑制到你嘅油脂分泌。好，我哋入正題啦。暗瘡係點樣形成嘅呢？佢有4個步驟。第一步係皮脂腺分泌油脂出嚟，第二步油脂被死皮堵塞排唔到出嚟，第3步塞喺毛孔入面嘅油脂引發細菌滋生，第4步細菌同埋油脂有化學作用導致發炎，最後形成暗瘡。呢個係暗瘡唯一個形成嘅原因同埋過程。只要針對呢4樣嘢去入手，或者控制其中幾樣咧，你已經可以改善到暗瘡問題。最後都要提醒多一次啦，痤瘡、暗瘡係一個慢性嘅皮膚疾病，唔好覺得佢可以短時間內可以解決嘅。尤其係一直冇去角質兼且過度保濕嘅人，裏皮層死皮非常厚，收埋嘅粉刺非常多。當你決心要去治療暗瘡之後，呢一啲粉刺會大量排出，呢一段嘅排痘期你必須要捱過去。